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温馨的聚会，所以呢，温馨的聚会就要更温馨一点。来，我们往前坐。看这个样子，应该是第3排之后，以后不能坐人，所以从玲珑前那一排以后都要往前一个，至少。来吧，可以走到那个传道的后面，拍到他的肩膀，跟他说：“传道好，我到报道了。”圣经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投靠你，欢心。”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要在这里靠着上帝的能力得着这世界的荣耀。哈利路亚！来战胜这世界，我们要来宣告我有能力。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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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我有落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是相信我必能得胜。再唱一次。
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我们来拍手。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掌声归于上帝。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来更亲近你，我们要来更靠近你。因为我们要得着那满天属天的力量，我们要来战胜这世界。是的，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的爱将我们紧紧的拥抱。是的，主，我们要来安静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依靠我自己，愿你
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在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的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是的，主，我们要与你更靠近。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要为的是更靠近你。是的，主，我们要在这里来更加认识你。我们要在这里的赞美，都要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心来真实的来敬拜你。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像我们第一次开口一样来赞美。是的，主，我们要高举我们的双手来赞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新歌，哈利路亚。我的灵赞美你，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上帝一次开口，尽我所有，赞美你的，我的灵赞美你。赞叹歌唱你荣耀，无畏
现在为了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将我们献上在神的面前，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心、生灵全部献上在神的面前。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愁烦，无论你有什么困扰，你都要来向神来祈求，摆上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决定一切，来依靠着神。让我们的每一次的敬拜都像第一次来赞美，我们开口来同声祷告。是的，主，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恳求你来祝福着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要来敬拜，来仰望在你面前。是的，主，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足的，但是你的圣灵总是要来充满我们，并且总是要让我们得胜的荣耀。是的，主，我们要更靠近你，更靠近你，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你。就像第一次遇见神，就像第一次开口赞美神，就像第一次来到神面前祷告。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为我们的灵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单单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这是属于你跟神之间的时间。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
心意，走进你心意。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慕来到你的面前。主，但是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敬拜，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到你的面前。主，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是因为我们认识的太少，是因为主啊，在我们心中有太多的重担，有太多的无能为力，有太多的限制，有太多的无知，让我们没有办法到你面前。主，但是你用你自己，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拆毁那隔断的墙，你用你自己就成为那布幕的幔子。主，你就用你自己裂开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即使我们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重担，即使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即使我们觉得我们站在这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主啊，你就放下那渴慕的心，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渴慕。主，愿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主，愿你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让我们在心里遇见你。主啊，我知道你今天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是偶然，你带领我们今天要领受的信息不是偶然，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太多我们自己无能为力，但是主你有办法。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更多来靠近你，因为我们一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一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被主你来扶持，被主你来光照，被主你来保抱。主啊，你今天要将你的爱更多倾倒在我们当中，你要将你的爱拥抱每一个在这里的人，你要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敬拜，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掌声、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用掌声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用掌声来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用掌声来归给我们的主。在我们今天坐下来之前，我们跟旁边人说，你今天要经历神的爱。大家平安。很高兴的一个礼拜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那因为今天呢，你们有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一直都很漂亮啊，这不瘦。没有啊。那个，我今天声音特别低，这样子，就是我其实已经当那个，我其实很喜欢自己声音很低这样，然后
但是总不能每天都这样过，这样还是要恢复正常。所以呢，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个很好的我的伙伴朋友来跟大家来报告。所以我们要拍手欢迎罗。好，我是罗毅。那今天我来今天的报告。今天就是本主日9月3号有举行今年第5次的圣礼典，然后请向麦芳姐报名啊。9月9号礼拜六有6次，就是属灵家长的训练，是礼拜六早上9点到12点，就请核心同工预备心，然后也请向语文干事报名。那9月10号会举行今年的户外礼拜，然后也请向语文干事报名。9月。这个是不是没有，因为这是9月10号，那个是退对，9月10号就是主日学会在变成户外礼拜，然后就也向语文干事报名，然后也要缴费。好，品格科学假日班，在9月起的每周六9点到12点。有就是假日班，就也请像有家长可以向也是语文干事报名嘛，对。好，然后生日助学金已经开始申请，到9月30号就只要申请的就已经可以开始交你们的证件这样子。那总务组现在在招募小帮手，然后小周在吗？小周，好，挥手没有，好。就是他们的工作是整理爱餐跟奉献，就有意愿的话也向小周来报名。那招待现在也在招募小伙伴，玉萍挥挥手，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你吧。对，就是我们家招待有意愿就是来招待服饰的话，可以来找玉萍。那10月9号跟10月10号是社青团契的出游。那也请在9月23号以前向社青团契的会长来报名。这个还有吗？好，9月2号礼拜六，对，就是今天的7点15有社青团契的职场见证在1楼，就社青团契可以来参加。好，那个我们可以掌声谢谢罗毅。大家觉得报告容易吗？不容易。其实只要站在这里，没有一项的服饰是容易的。但是我去邀请那个罗毅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愿意，但是他说姐姐我很紧张，我很怕我上来大家就会觉得好无聊不听不懂翻白眼。结果大家非常专注在看他到底要说什么。当我们愿意一起在神的家里面摆上服饰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来去经历神的恩典。那谢谢他在这个时候也愿意要一起来承接这样的服饰。那我在这里也要补充报告一件事情，就是下个礼拜9月9号礼拜六早上就开始属灵家长的训练。那如果你不是很确定你到底有没有报名的，或者是你已经报名但你有点忘记的，那请你们一定要向我们的语文干事来确认。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在等一下礼拜结束之后呢，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OK， 要关这个灯。电脑的声音。没关系，就直接放就好了。再把声音打开。
知道吗？我犹豫什么？我们的爱能保存多久？或许我该试着活在当下，多愁善感，烦恼不安。你知道吗？我快乐什么？我们的爱还是热的呢。或许我该试着梦想那未来，两鬓斑白还在迎来。虽然总有一天你和我终将面对别离的时候，能否永远不要说分手？一路爱到上帝来插手。如果那天轮到你或我，乘着前往天堂的云朵，能否不为残存的心痛，回到梦中，留到彩虹？让他们很辛苦。大哥哥在期待着学到的回去，带领我们玩游戏，然后去食堂，还扮演了很多的演唱。谢谢大哥哥带姐姐，都是带着那个开心的笑容看着我，然后也陪我们玩了很多游戏，让我们觉得开心。谢谢。谢谢大哥哥、大姐姐，辛苦你们了。有空来我们这边玩。你们特别想跟谁讲话？你们想跟谁讲话？你最喜欢哪个？我最喜欢哥哥是叫哥哥，因为那个稍微那个他很搞笑。那你呢？最喜欢谁的歌？那个叫谁？有吗？就对，你们都在，你看完好像全部啊。好，那我们刚刚是什么？谢谢。谢谢。好。我最喜欢的哥哥是蔡家平哥哥，因为他对我很好，然后每次都会陪我玩。他说你可以陪我玩吗？他说好啊，然后我就觉得好高兴。然后有一句话也是我喜欢的。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哥哥姐姐？为什么？因为他很帅。那你们想跟他们说什么？希望他可以再来玩。妹妹想讲什么？记得想我们哦。好，那我们就跟他们说拜拜。谢谢你们这3天的陪伴，我们学到了很多。这3天我很开心。
就是你们就是教我们一些的那个诗歌，我很快乐的可以跟你们陪伴，很高兴你们可以来，记得要想我们哦，要想我们哦。你知道吗？我犹豫什么？我们的爱能保存多久？或许我该试着活在当下，多久伤感，烦恼不完。你知道吗？我快乐什么？我们的爱还是热的呢。或许我该试着梦想那未来，两鬓斑白还在依赖。虽然总有一天你和我终将面对别离的时候，能否永远不要说分手，一路爱到上帝来插手。如果那天轮到你或我，乘着前往天堂的云朵，能否不为残存的心痛，回到梦中，流到彩虹？你知道吗？我想是什么？我们的爱和别人不同，或许拜托每个人都这么说，可是你懂，我就足够。虽然总有一天你和我终将面对别离的时候，能否永远不要说分手，一路爱到上帝来插手。如果那天轮到你或我，乘着前往天堂的云朵，能否不为残存的心痛，回到梦中，流到彩虹？虽然热情总是不长久，虽然承诺看似很无用，虽然世界太多的诱惑，再多虽然也要一起过，艰难困难都要这么过，喜怒哀乐都要牵着手，守护彼此一生到最后，这才是爱，你知道吗？我们用掌声来谢谢我们的神。
你的爱可以多久？你的爱可以多久？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的爱可以让我们即使觉得辛苦，即使觉得哇，我要付出的心力好多好多，即使都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你还是愿意在那个地方持续的为主来献上？什么样的爱能够持久？在今天礼拜结束后有短宣的分享会，就欢迎大家来认识神的爱如何透过神所预备这些青年，这些愿意摆上的器皿。欢迎大家等一下礼拜后可以一起来听，一起来经历，一起来分享。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就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不论在学业、人际各方面都有主的带领跟保守，也不让更亲近主来认识你，跟随主的脚步。现在我们将我们金钱、时间献上，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一样要来读神的话，透过神的话，我们要来认识他要在今天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节。如果你有手机，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开、划开。然后，如果没有手机，也没有圣经，可以看到圣经的经文的话，我们一起看荧幕。如果你翻到或滑到，你可以抬头，就知道你们预备好，我们就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招聚我们在主里彼此建造、彼此建立从你来的关系。主，你是那关系的源头，就是那爱的源头，让我们能够从原来陌生进入到主你相爱的团契当中。我们愿你的话语炼净我们的心，愿你的灵来开启我们能够领受从你来的真理，并且将这样的真理活出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8月结束，9月应该就是开学，然后各样新的事物，或者是可能你在暑期有一些计划啊，或者是任务已经告一个段落。那在今天开始呢，9月我们会开始一起讲一个主题，就是同心建造。同心建造这个主题，今天第一个就是要讲到同心建造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主里面的关系。跟你旁边说，在主里面的关系。在主里面的关系。我们原来从不认识彼此的个体，因着各样的机会，我们来到教会。因着信耶稣之后，我们开始称我们彼此是什么？弟兄姐妹。对，从小我从小就听弟兄姐妹听到大，然后我一直以为就是亲戚，然后我忘记我什么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那是一个称呼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那请问大家知不知道，在主里面有没有阿公阿嬷？有没有孙子孙女？有没有叔叔伯伯婶婶阿姨？有吗？有人可以回答我吗？好安静，大家突然都睡着这样。没有，刚刚那边有声音，他们说没有，就是只有弟兄姐妹。为什么只有弟兄姐妹呢？因为这是主的心意，他让我们领受的信仰，并不是一种，知道就是我阿祖的信仰，我阿公的信仰，我祖先18代的信仰，而是我就是神，再来就是我们称呼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主里是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我们开始彼此称呼弟兄姐妹，也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群体。再讲到在主里的关系，成为一个群体，立刻你可能会想到，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要来教会聚会，就像大家现在坐在这里，有可能你是在周日聚会，有可能在周六聚会，在迦南教会里面，周六有1场礼拜。周日你们知道有几场礼拜吗？3场。哦，那太熟就不要回答。新同工应该对，有3场。第一场华语礼拜，第2场台语礼拜，然后跟台语礼拜同时的就是儿少亲的礼拜。透过礼拜，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语；透过礼拜，我们能够在当中彼此交流、彼此分享，也在彼此的服事里面显明上帝的爱。像刚刚罗毅他上来报告，就是透过他的服事大家，让大家认识在教会里面我们正在进行的，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这个团契，一起来经历神的爱，透过这个群体来分享。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讲到在主里的关系有一个，我好像按不到，信徒，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会经历在主里面的福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它讲到了今天经文前面第9章很重要的关键。I'll walk you through my favorite portion of scripture found in Exodus. 看到下面的字吗？ In the wilderness. 他讲到旧约的 Years of 会 slavery 幕。 in Egypt, God led the Israelites to freedom. Shortly after, God invited Moses to spend time with him on Mount Sinai. On the mountain, God gave Moses 2 systems for his people. First, he gave a system of law.
God gave detailed instructions for moral, ceremonial, and spiritual laws, the most well-known being the Ten Commandments. God knew the Israelites would break his laws, so at the same time, he gave a system of sacrifice that would allow the sins of the people to be covered and make it possible for them to be in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God's next instruction to Moses was to house the system of law 先 and 教 the 导 system 摩 of 西的另外一件 sacrifice 事情， in a 就是要建 sacred, 立一个 set-apart 神 place 圣而且 called the 被分别出来 tabernacle, 的 where 地 God 方，就 promised 是 to 会 live 幕。 among his people. The tabernacle was built right in the heart 它 of 被 the 盖在 Israelite 以色 camp, 列 the 人 base 他 of 们 Mount 全体 Sinai. 的正中间。 While the pagan nations around them had gods of wood, stone, and clay, Israel had a personal 当 God 时 who 周 wanted 边 to 的 be 人 part 就 of 像 their 今天 daily 的台湾一 lives. 样，有各样的神像。 The first thing you would see 可 as 是 you 以 approached 色 the 列人他们 tabernacle 透过 was a 会幕 sparkling 来遇 white 见 linen 神。 fence. The fence was high enough that no one could climb over it, and firm enough at the bottom that no one could crawl under it. The only way into the tabernacle was through a brightly embroidered gate. The white fence said, "Stay away," but the gate said, "Come in, but come in this way." Jesus is like the fence, pure, holy, spotless, and he is the gate. He provides us the only way into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 tabernacle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outer court, the holy place, and the Holy of Holies. In the outer court, there were two articles used in worship: a large bronze altar where animal sacrifices 他 were 们一 offered, 开始进 and a 入会 large 幕的 bronze 时候， basin called 需 a 要用 laver, 牲 where the 畜献 priests 祭。 washed their hands and feet before offering the sacrifices to God. At the bronze altar, an Israelite would bring a spotless animal to be sacrificed, but before it was killed, he would put his hands on the head of the animal and confess his sin. There were many prescribed rituals in how the animals were slaughtered and what was done with them afterward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was that an innocent animal gave its life for the sin of a person. Jesus gave his life for us on the cross. He was an innocent lamb who voluntarily gave up his life to make us right with the holy God. The next thing you would see is the bronze laver. Only the priests used the laver, and it was made from the mirrors of the women of Israel. There was nothing special about the water, but it served a practical purpose: to clean their hands and feet. It also signified that they were sanctified, set apart for God's use. The laver illustrates to us how the Word of God cleanses us to be set apart for His service. The next thing you would see is the tabernacle building, which contained the holy place and the Holy of Holies. Only the priests were allowed in the holy place, and only the high priest was allowed in the Holy of 大祭司 Holies. 才可以进入至 As 圣 you entered 所。 the holy place, there was a very large, beautiful golden lampstand that was beaten out of one piece of gold. It provided the only light in the holy place. Jesus said in John 8:12,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He provides the illumination to our minds so that we can get to know God. On the right, there was a small wooden table covered with gold. It held 12 loaves of bread that the priests ate on the Sabbath. The 12 loaves represented the 12 tribes of Israel, who were different in number and strength, but on this table they were equal before God. Jesus said in John 6:48, "I am the bread of life. If anyone eats of this bread, he will live forever." Jesus is the bread that sustains us. The golden altar of incense was a small altar that was used just for burning incense. The sweet smell filled the holy place with a fragrance that pleased God. When the high priest would go into the Holy of Holies, he would carry a burning coal of incense in with him. The altar is representative of prayer, and our prayers are to be offered to God at all times through Jesus Christ. The sweet smell of His fragrance is to permeate our lives. There was a thick embroidered veil that separated the holy place from the Holy of 有一 Holies. 个幔子 Once 隔 a 开 year, 了 on the 圣 Day 所 of 和至 Atonement, 圣所 the。high priest 每 was 年只 allowed 有 to 一 go 次的 behind the 时 veil 间， into 大祭 God's 司 presence. 透过进入这个幔 At 子， the 进入 moment 到 Jesus 神的 died on 同 the 在。 cross, the veil in the temple in Jerusalem was torn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by God's hand, indicating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barrier between God and man. In the Holy of Holies, there were two pieces of furniture: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and the mercy seat.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was a wooden box covered with gold that held the stone tablets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a pot of manna, and Aaron's rod that budded. The Ark was a place of safety in Scripture, and this Ark contained Israel's most valuable treasures. The mercy seat was a golden lid with two cherubim that fit on the top of the Ark. The cherubim were symbols of God's judgment. The lid
came between a holy God and the broken law contained in the ark. On the Day of Atonement, the high priest would sprinkle blood from a sacrificial lamb on the mercy seat, and then God's presence would fill the Holy of Holies, indicating that all of the nation's sins would be covered for one more year. The Bible calls Jesus Christ our mercy seat. The Bible says because of his death on the cross, his blood was the once-for-all sacrifice that finally made salvation possible. God has mercy on us because of Jesus. No longer are our sins covered for a year at a time, but finally forgiven. There is no need for further sacrifices. The temporary purpose of the tabernacle was to establish God as the true God, unlike the gods of the pagan cultures around the Israelites. And the eternal purpose of the tabernacle was to point to Jesus Christ as the fulfillment of God's plan of salvation, not just a temporary sacrifice, but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Now every person who puts their faith in Jesus Christ is reconciled to God. We become tabernacles, dwelling places for God, with all access to him forever. 跟你旁边人说，你得到的恩典就是不用再做这些事。得到的恩典就是不用再做这件事。在今天的经文前面第9章，他就讲到旧约里面，就像刚刚看到的一件一件的事情神透过以色列人建造的会幕，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不需要任何一个地方来特别为他来设立限制他自己。但是为了让人能够来亲近他，现在的人都说要眼见为凭嘛，其实不是现在的人这样，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透过会幕的这个现实的存在，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去经历、去看见，透过祭司献祭，让人跟神好像有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彼此建立关系，在那里去跟神来互相的沟通。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因着新约的来到，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不用再用刚刚讲的那么长一段的方式来去敬拜神，而是像刚刚大家站在这里一起祷告，一起奉献，一起透过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感谢神的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进入到至圣所。你跟旁边说，你就在至圣所。你就在至圣所。如果照刚刚我们所看的影片，这个地方没有人可以进来，只有一个角色叫大祭司。他多久可以来一次？1年，对不对？那你想象一下，那个如果迦南教会大家都不能进来，然后1年只有一个大祭司，有牧师他可以进来一次，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光景吗？然后进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他，就是还有各样的其他祭司，就是可能刘牧师我就是很忙碌在弄那些擦教会的地板擦教会的椅子擦教会的讲桌然后大家还不能进来。这就是在旧约当中，神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人可以遇见神。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等一下会讲到，使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与上帝连结，与上帝相交。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到这里，透过祷告，透过敬拜，透过读经，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他。进入至圣所的意思就是与神完全没有阻隔的交通。刚刚说到旧约的大祭司，他们进入至圣所，第一步是他们进到那个会幕里面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然后有火在烧的那个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献祭的祭坛。透过那个祭坛，在那里烧羊、烧牛，我们所犯的不合神心意的事，就很像那个被烧的牛羊被烧掉，我们的罪好像就透过那个羊，透过那个牛烧在神的面前，而且流出的那个血，如果你去看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血要点在祭司
他们的身上，代表什么？代表他们自己所做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因为这些牛啊羊的为他们流血，为他们献上，所以他们就得了洁净，他们就被称为无罪，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所以在这边说到，没有不带着血过去的，但他们是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再为百姓赎罪。那第二个，进入到至圣所的原因，我们可以进去的原因，就是我刚刚一直重复不断的一直提到，而且我等一下还会再提到，是因为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与神相交。基督他带着这个流过血的记号，就是在我后面十字架的这个记号，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让我们现在可以坐在这里，而不是站在门外，而不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还要透过牛羊，每1年1次的，只有一个人他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血。刚刚所看到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如果你看得到的话，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已经一次而且永远的代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不用想说我还带着罪，我进去。如果在那个时代里面，如果我们是没有透过刚刚一道的程序，而且你不是那些祭司的话，那些人他们走进去会发生什么事？大家知道吗？死掉。会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不洁净的，是不能够见神面的，是因为他们身上是有罪的，他们没有办法进去，你进去就会死。但今天我们都坐在这里，就算你滑手机，你打瞌睡，你跟旁边聊天，或是你放空，耶稣基督还是为了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还是坐在这里，可以一起来领受在主里面的福分。刚刚我们所经过第一个就是经过燔祭坛嘛，献上牛、献上羊、献上祭物的地方。然后这些祭司呢，要透过这个洗濯盆，就是要洗干净它，象征意就是洗净他自己，让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服侍。接着才进入到会幕当中，而且会幕不是就这样，里面刚刚有看到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然后有香炉，还有幔子，帮我往下按。这是一个程序，就是我们刚刚看见的。再帮我往下按，往下按。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在神里面领受这样的福分，神就好像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就像耶稣他在这段经文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且这样的路呢，是透过耶稣，我们可以认识。帮我往下按。第一个是借着他开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没有办法透过我来得救，你没有办法透过牧师来得救，你没有办法靠你的小组长、你的父母亲来得救，唯有透过耶稣，他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罪被代赎，我们可以得救，是借着他。然后呢，接下来是说什么？是为我们开的。我们往下，是为我们开的。我们一起来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就是我们最常会背的那一个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有人会背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很多基督徒都很耳熟能详的经文。可是因为太熟了，我们很常会因为这样，因为太熟了，反而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好像就是这样子，越听越乏味，越听越疲乏，越听越觉得啊，我这都听过了，干嘛要一直重复讲？就像我现在在讲一样，对不对？第三个，他有说到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没有其他的路像这条路一样，往下按一个，没有任何一条路像这条路一样。就像今天传道早上去参加一个告别礼拜，在他的家族当中，大概还有超过一半的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可是这个信主的这位离开世上去到神那边的那个阿嬷，她心里面切切的就是希望她的儿女们可以信主，因为她知道只有这一件事情跟世上所有事情都不一样，只有这一件事情是就像我们上面经文所说的，只有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在地上而已，是引领我们走那个永生的路。所以当我们在进行告别式的时候，在牧师分享信息的时候，在会众唱慰歌的时候，在彼此问候的时候，虽然我们心里有些舍不得，但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见面。所以牧师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感恩，是一个欢庆的告别礼拜，欢送的告别礼拜。这跟很多我们现在，特别现在是什么月？特别现在是所谓农历的鬼月，有很多人很害怕那些看不见的，有很多人很害怕自己的生命会遭到威胁。但是基督徒，当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有第一个盼望，而且是最重要的盼望是你的生命已经跟这个永生的神连接。你跟旁边说，你的生命跟永生的神连接。你的生命跟永生的神连接。继续往下按，而且这个连接是从幔子经过直通到至圣所。在耶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刻，我们一起来读：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就像这样，你有看到吗？正中间那个幔子，就在耶稣时代的那个圣殿。继续往下按一个幔子，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下一章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一起往下念：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透过他自己的身体，有人你可以透过你的身体我们进入到永生吗？没有人，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基督，让我们不只是站在那外面，而是可以进入到那里面，进入到你现在在的地方。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跟神一起来连接。我想这么多好像就是很远的事，对不对？可是这些很远的事情，其实跟我们刚刚看的影片，跟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你刚刚所听到的，非常的有关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直通到至圣所，然后呢？我信主，然后呢？就这样，我完全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不是，当我们认识神、领受到而且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个事实之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要关顾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内心良心的亏欠，因着他的恩典，
而被除去，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那意思是什么？洒去就是没啦，就离开了嘛。在这里的洒有一个同样的意义，在旧约当中洒血是把那个除去，把罪除去的意思。在新约当中呢，他在这边说要除去我们良心的亏欠，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意思是当我们知道而且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之后，我们会把这样子的重担，我再说一次哦，你的重担，你所犯的罪，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的时候，而且你就将它交给神，你不要继续在这个罪里面挣扎，不要继续再活在这个罪里面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应该要选择放下了。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所以，当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接下来呢，你可以醒来，因为接下来就跟你非常的有关系。信徒在主里的关系，我们这样子领受到神的恩典之后，你跟旁边说，第一个是自己的。第一个是当你领受这样的恩典之后，你自己的生命会有改变。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领受这个恩典之后，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第一件事情是我自己会领受到，我自己会去经历，我自己会在跟神的关系里面有改变。所以当我们这样进入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心里有一个诚实、诚心。诚心不是那个诚心，是这个诚心。会有信心，开始坚守这个应许的盼望。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每一次传道在跟大家，就是特别是要祷告前的敬拜的时候，我都会说，当我们单单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是开口来敬拜。不是看别人很嗨我才很嗨，不是看别人在旁边好无聊就跟着很无聊，而是我自己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他就讲到，有信就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才会来到教会，你每个礼拜你才会觉得不只是习惯。我们刚在4点分享的时候就一直在聊说，短宣其实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叫做心态。其实不是只有短宣，你来聚会的时候，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心态很重要。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我们心灵很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第二个是彼此的，跟旁边说彼此的。当我们自己领受之后，你有好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好玩好看的东西，你一定会跟你旁边的人说，我跟你说，我那天去吃一个东西，它超好吃的。或者是说，你看我最近，经历了这件事，我觉得这很棒，就让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我觉得这个人很好，我觉得这个状态很好。我们常常会跟人分享，特别是当我们领受之后，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你是自己来到教会完全没有任何的媒介，然后你就天生就知道说，我应该要来信耶稣。总是有那一个人他关心你，总是有那一个人他鼓励你，总是有那一个人他帮助你，让你可以持续的一直在神的面前，一直来领受他的恩典，一直来听见他对你的教导。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循环，坏习惯会循环，好习惯会循环，恩典的习惯也会循环。第一个是我们会开始彼此相顾，第二个是激发爱心，跟你旁边说，你有爱心。
没有爱心，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爱心嘛。彼此相处之后会激发爱心，因为你对我很好，那我怎么会舍得对你不好呢？当然，有时候就说你一天到晚呛我，所以我要呛回去。当然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从彼此相顾，开始关心彼此的生活、彼此的状态，现在在经历的这些事情，大家开始凝聚。而我们是不是要看见一些不只是我们的事，还有外面的事？像最近短宣的结束、营会的结束，还有各样的服事，其实都还在进行中。就是这一个循环，从彼此相顾开始，我们开始激发彼此的爱心。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透过神的爱，我们来爱人？然后我们会开始去揪啊，信奇，我们要不要去哪里？一起服事？你要不要一起来唱敬拜团？你要不要去短宣？明年的。然后可能兄弟姐妹也会揪。我们要一起来去经历，所以它就是一个循环啊。从我自己被激励之后，我愿意去付出，在这个付出当中，又有人他经历了，他也开始觉得他要来付出，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这个群体现在坐在这里的群体，就那种恩典的群体，我们就一起来经历。第三个呢，第一个我刚刚说自己的嘛。第二个是彼此，第三个是持续的，跟你旁边说持续的。今天呢，其实持续的是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比较有挑战，但我相信在我们教会，特别在这群人当中，我们是会持续的一起来经历神。今天的经文呢，他就提醒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0章25节这样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就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反倒是要彼此劝勉。就像我刚刚说，当我们有一个良善的循环，一个从神来的循环，我领受神的爱，我将神的爱也来爱别人。那个人领受之后，他就也这样子来爱别人，而且有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传一个，有时候是一群就传给了一群。那这一群跟另外一群呢，就像是迦南跟建琴一样，爱来爱去的。然后今年的主题叫什么？爱过来。对啊，什么时候会爱过去？这样，我们就会彼此相爱。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发现，如果你意识到，你常常看到的那个人，他最近好像没有再出现，或者是你常常没看到那个人，他今天竟然出现了，我们就是要来彼此鼓励。当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鼓励的时候，彼此激励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那个人他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因为你的一句邀请，你的一句鼓励，因为你领受神来的爱，去爱这个人，哇，那生命是极大的反转。在我们来到上一页，我有一个不见了吗？在下一页，好。所以今天其实讲到这个回应是不可以停止与主的聚集，特别是在我们刚开学的时候，新的学习有新的挑战。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我们常常连结于那个生命的源头，我们才有生命。其实每一次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只有葡萄树才会长葡萄，对吧？你应该不会说葡萄树长出橘子来，你也不会说葡萄树长香蕉，或是葡萄树长西瓜，不可能吗？唯有连接生命的源头，我们才会像那个有生命的人。
特别是有时候你就觉得我觉得我好没有盼望，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生命的源头的连接是分开的。所以当我们在新的学习来到的时候，你会想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找了这个是2016，其实还有下一张，这是太个人写真了。对，下不用强调那个，好，下一张，停在这里一下。可以看得到里面的经文吗？我觉得有点太小，对不对？那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兄弟，就是说谎的。”接着，不爱看得见的兄弟，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应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领受的命令。你刚刚看到这是国中组去年的2016。好，再下一张，这是哪一个？高中组。当时的组长是我们的庭山跟嘉平哦。我在预备这个在主里的关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个粉丝页，它快要关闭的感觉。然后我就进去看，哇，每一篇都好精彩，我看了好感动。我还看到我自己在里面，那时候还是神学生这样。每一个人的脸，刚回到刚刚那一张，每一个人的脸就好像一个关系的连接。唯有在主里面的爱才能够长久，唯有在主里面的爱才能够持续，唯有在主里面的爱才让我们可以不断去经历。4点的时候，我们还分享一件事情。你觉得短宣有必要吗？你明年还要去短宣吗？这么辛苦，1个礼拜加起来也没有加起来，每一天睡不到6个小时、5个小时。好像还有人什么40个小时没有睡在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人但是他就是觉得他每一年都要去短宣，为什么？因为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主里面的，是因为神，我们才有办法，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即使在现在的环境里面，就是在我们要开学的时候，特别在我们要开学的时候，传道特别要提醒大家，也祝福大家，就是因为开学，你更要跟主的关系连接得更紧密，因为你知道，当你领受，你才给得出去。因为要开学，你会遇到更多，他可能不是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不一定会爱你，但是他有可能会被你身上神的爱所吸引。所以当新学期要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开始建立在信仰里面的关系，我们可以开始建立在神里面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可以彼此祷告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可以与神更靠近的关系。很多的时候，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其实在我们当中呢，接下来我们会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小组彼此来装备，成为那个知道领受爱之后还知道怎么爱人的。透过礼拜6开始9月9号的属灵家长，就是这个装备，这是一个开始的装备。但是当我们愿意参加的，就代表说你是愿意被神所装备。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时间上可能没有办法允许，但是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教会还有其他的这样子的服侍的机会，或者是你说我都没有办法，我也没有时间，然后来教会服侍，那我可以做什么呢？最近有个青年他在外面实习，
在外面工作，有跟他聊天聊得很开心。他就说他们现在没事呢，就是在这个部门跑一跑，在那个部门跑一跑，因为没什么事做。我就说哦，所以你们就看自己工作，然后放假的时候去看别人工作。他说对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接着呢，他就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影响他们，但是他觉得这一群好像是可以像在教会一样。我就鼓励他说，那你可以开始在那个地方来一个小组啊，可以跟他们分享近况啊，为他们祷告啊，关心他们啊，因为大家每一天都在同一个环境里，谁也跑不掉。他听了之后就很有兴趣，他想说，对齁，我没有办法去教会，可是我可以去到每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像教会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可能呢？传道觉得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我们就是教会。当我们到哪里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可以像教会。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先寻求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你可以来想；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想，在这个新的季节要开始的时候，我要怎么建立跟主的关系？我要怎么在我的群体里面建立彼此的关系？你爱你
进你心里。主，愿我们的生命来走进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主啊，是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主啊，但我们愿我们自己的生命就被主你来拥有，让我们的生命属于你，让我们的心充满你，使我们领受从你来的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那位用自己裂开，使我们得见神跟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新的学习，在新的季节里面，主啊，愿你先来拥有我们，使我们能为你而活。愿你先来拥有我们，吸引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软弱却有信心的生命，在你的面前和你的心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你教导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的关系是因着领受你的爱，我们彼此激励；是因着领受你的爱，我们更多越发的有从你来的爱心；是因着你的爱，我们成为那能够服侍众人，能够服侍你，能够使我们自己生命坦然无惧的在你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在我们的课业，在我们的工作面前，我们都能够得胜有余。主，谢谢你将今天的礼拜带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你坐下之前，跟旁边的人说，你是被主爱的，你是被主爱的。